台北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初勘的結果出來啊，有4個項目呢需要限期改善。台北市捷運的工程局表示講，會趕緊來處理，要拼6月底進前會當順利通車。市府這邊是評估，准若順利通車，這逐天的運量會當來到1天2萬人次。台北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工程經過約8年，這條路線雖然全長只有短短1.4公里，裝設一站公主紅天宮站，也毋過因為地質條件複雜，開挖深度挖地下10站樓，會當講是北捷史上上有挑戰的工程之一。即馬主體工程已經完成，特別通車前的初勘，並對刷落來的欠點改善時程。工程單位講時間真迫。一般依照以往的案例，我們初勘完的這個相關的缺失改善，還要報布，它一般會需要花到1個月的時間。那我們會盡量來趕，我希望能夠還是以朝向6月底通車為目標。通車目標定在6月底，代表改善作業愛甲時間走小日。初勘結果有4項需要愈勘進前改善，包括車站甲飯坑的設施設備、標示站外廣場甲轉乘設施、消防檢查，也有查證甲確認報告應該改善事項。另外，還有3項一般注意改善事項，會當佇履勘了後陸續補強。履勘的程序會跟我們初勘的程序是一樣的，只不過說它是交通部聘請的委員。這4項是履勘前應該改善完成的。那剛剛媒體也有問，一般注意改善事項3項，那這個是履勘之後可以陸續改善。公主紅天宮站市區位的人口密集，那有公主社體、信義區行政中心，也有新宮中心紅天宮。市府預估通車了後，每日將會當帶來2萬人次的運量，未來也會當進一步透過東環段串聯信義、南港、甲內湖3大交通段，縮短通勤的時間。記者綜合報道。